好，咁多位同學仔，大家好，我係香港立法會議員陳家珮 Judy。咁啊，方圓之聲呢個機構咧，我認識咗都好耐㗎啦。我知道咧，佢哋過去一段時間咧，都好努力咧，為咁多同學仔咧去揾一啲實習嘅機會嘅。咁啊，其實大家都成日講啦，我哋呢一個世代咧，究竟即係未來啊，會唔會被 AI 取代咧？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咧，AI 除咗係一個挑戰咧，其實都係一個機遇嚟嘅。咁所以我見到方圓之聲其實佢過去一段時間都非常之努力，就去揾好多具潛力嘅機構啦，為大家提供一個實習嘅機會，俾同學仔去試唔同嘅嘢啦。咁所以希望同學仔咧，你哋中意方圓之聲揾俾你哋嘅實習機會，亦都要多啲參與佢哋搞嘅，無論係講座啊、工作坊啊，因為佢哋後邊嘅團隊咧一路咧都係默默咁樣去耕耘啊，為大家努力嘅。咁啊，希望咧你哋可以同呢個機構咧一齊去進步啦，一齊行得更前啦。咁啊，有一個即係為我哋香港嘅未來咧有更加好嘅發揮啦。多謝晒。